位於巴厘島水明洋區的度假酒店。酒店設計帶住一股文化氣息，3層樓高嘅設計非常之寧靜，對住無敵大海景嘅房間面積非常寬敞，滿滿的儀式感。酒店餐廳非常之開揚，對住泳池，泳池對開就係沙灘啦，美景一覽無遺。酒店仲有好多打卡點，可以好好咁影下靚相。呢一個分咗3級嘅無邊際泳池，對住一個咁美麗嘅沙灘，可以喺池邊隔離嘅酒吧食個下午茶，喺沙灘好好漫步，吹下海風。當然唔少得嘅就係換件泳衣落嚟影下靚相啦，隨便影都可以影出大片嘅風格。日落時分，我仲可以奔向大海。晚餐可以選擇喺餐廳食，對住一個咁靚嘅泳池、咁靚嘅海灘，間中仲會有人喺度放煙花㗎。上晝瞓醒可以去參加一個瑜伽班，酒店係免費提供瑜伽課程㗎。做完運動可以返房食早餐，繼續對住一個咁靚嘅海景，好好放鬆一下。